开心能够再次和大家一同敬拜神，邀请大家一同起立。这个时候，让我们放下一切重担，专注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拍手。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道使命。神是荣耀的君王，他配得一切尊贵、权柄与赞美。今天我们渴望他的同在降临，渴望他翻转我们的生命，也翻转这片土地。让我们同心合一，高举他的名，欢迎他在我们当中掌权。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
教会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首先哈，我先讲个笑话好了哈，因为每次我上来看你们都很严肃。哦，讲个笑话哈，讲笑话最怕什么？不笑，不好笑，不好笑就是冷笑话嘛哈。其实讲笑话很怕就是那个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啊有可能你们听不懂，有可能我讲的不好，啊也很怕那个有听过的啦，啊讲话已经有听过的这样，啊所以有听过的举手，哦都还没有听过。好，我讲个笑话哈。那个有一个年轻人哈，他是一个超级无敌的那个足球迷，好，然后他为了一个比赛很关键的比赛，他就工作很认真，然后呢存了很多，就是把钱存下来，好，那买一张很关键的那个门票，好，那5000块的美金这样子，好，那。就一直期待说那一天的到来这样子，啊，很接近的时候呢，才发现哇，糟糕，那一天是他跟他女朋友要结婚的日子，啊，喜帖已经都发出去了，没有办法改，好，所以只好找人代替啦，好，所以他就在网络上，好，就是征求代理人这样子，好，就寻求代理人，然后就把条件都写好，然后最后面注意事项写说。要记得穿那个整齐的服装，好，然后到那个教会找一个召集的新娘这样子，这样有一半的人听不懂，哦，所以好，所以，哎对，哎这个好笑就在这里啊，好，不够热烈，我下一次再准备更好笑的。然后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章10节到20节哈。这个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哈，是先知书里面，我们也要下一页。好，是先知书里面就是预言弥赛亚最清楚也是最完整的一卷
先知书哈。那也是一个新约提到弥赛亚也是最多的哈，在新约提到最多的。然后以赛亚这个圣经这一卷哈是有被称为小圣经啦哈，因为它总共也是66卷66章那个圣经也是66卷，然后旧约39卷，新约27卷，然后跟以赛亚的布局哈很接近。好，以赛亚的前面39章哦也是在讲这个旧约的律法跟公义跟审判跟预言。那新约的27卷跟以赛亚书后面的27章它的布局也是一样是像恩典、慈爱、拯救跟应验。那我红色的我很喜欢这个预言跟应验。旧约是预言，新约是应验。很喜欢这样的事情哈。那常常也是在圣经节里面，希伯来书10章1节跟哥罗西书的2章16节到17节。这边有提到，就是说旧约好像是影子一样，那新约是实体，所以也有人认为说影子就不是很重要，实体比较重要，所以有些人就会很在意、很注重新约，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子哈。如果没有旧约的这些影子、这些的预言，那我们怎么知道新约这个耶稣就是当初所说的弥赛亚？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也是都非常重要。所以整本圣经呢，它说明了我们神，他是真实的神，他说到做到。在虚假的属世当中，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有大能的神。这也说明了神对我们人的完整的计划，它不是一个虚假的，而且是真实的，每天都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吗？好，大声一点。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讲从虚假到真实。那我稍微调整一下，就是写下面虚假与真实。那等一下我会来说明。那这个是新眼光每周的新眼光的题目那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神在提醒我，我本来想要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蛮虚假的就是说，因为我是在开车嘛那其实我很不适合开车，因为我开车很容易打瞌睡，那我又是路痴，所以可能很多人不敢坐我的车那所以有时候我开车下去，我心情都不会很好这样子那我很不喜欢，就是每次叫车都很多人这样，4个人我很讨厌，因为都要坐到前面来那也很不喜欢乘客在车上讲话很大声这样子还有很多不喜欢我很不喜欢就是乘客叫车的时候呢，又让我等很久。然后上车之后呢，说：“大哥，帮我赶一下，我赶时间，这样子，也很不喜欢客人在那个公车站牌叫车，我不知道是要载哪一个，也很不喜欢客人他在这个方向上车，我从这个方向来，那我要回转去载他，结果客人的方向是在我后面，我要再回转回去，这个所以这样子的客人我还有蛮多，我这里有写很多，我就不再讲了因为很真实的想要表达我很不喜欢开车这样所以这些客人呢，只要我很不喜欢，当他们下车的时候呢，我都会很客气跟他们说：“谢谢你。”但是我会给他1颗星。所以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很虚假因为我怕他。因为我车上有十字架嘛我不能在车上跟他生气这样子也怕我很生气，他会觉得我没有礼貌，给我1颗星这样，所以我就给他1颗星所以这个求主原谅我了那其实这个题目其实是还算蛮严肃的那我把它讲完我是用提醒我自己的方式来准备这一个讯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经节哈。那我念双数节啊，各位念单数节哈。好，我先来。耶路撒冷啊，你们的领袖和人民，跟当年所多玛、俄摩拉的首领和人民一样，你们要听上主对你们说的话，要留心上帝给你们的教训。他说：“难道你们以为我喜欢你们所献的许多祭品吗？我不稀罕你们献烧化祭的羊和肥畜的脂肪，我讨厌你们献的牛、羊和山羊的血。你们敬拜我的时候，谁叫你们带这些牲畜来呢？谁叫你们拉他们来糟蹋我的圣殿呢？我不要你们那些毫无意义的祭礼。”我不要再闻你们所烧的香，我受不了你们月初的祭礼、你们的安息日和你们的宗教聚会，那些礼拜都因你们的罪而失掉了意义。我实在讨厌你们月初的祭礼和各种宗教节期，他们成了我的重担，我不愿再背负了。你们举手祷告，我不听。不管你们有多少祷告，我都不听，因为你们双手沾满了血渍。你们要把自己洗干净，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犯罪，要立刻停止一切罪行。你们要学习公道，伸张正义，帮助受压迫的，保障孤儿，为寡妇辩护。上主说：“来吧，我们来理论。虽然你们的罪污朱红，我却要使你们像血一样的洁白；虽然你们的罪污深红，我却要使你们跟羊毛一样的白。如果你们服从我，就能吃地上美好的产物。如果你们好，一起来。如果你们拒绝我，背叛我，就要上升刀下。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好，看完了这个经文哈，我就想到新约也有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7章22节到23节哈，我来念哈。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在旧约，一段是在新约。好，这表示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一样的问题。好，就是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对上帝、我们对神的敬拜，是虚假的宗教仪式呢，还是内在的诚实敬拜？好，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好，那以赛亚书呢？以赛亚这个先知呢，他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开始当先知的哈。那时候的北国已经差不多快要灭亡了。好，那南国呢，时常依靠一些大的国，或者是依靠小国联合，好来得到自己国家的安全感。哦，他们没有依靠神，哦，他们就是依靠这些外国的一些力量，好让自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好，所以神差派以赛亚对南国犹大百姓好的警告，好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哈。那所以这两段经文真的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信耶稣是信真的还是信假的？是形式上的还是表面上的？这个问题可以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那现今呢，充斥着许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是而非，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会很分不清楚哈。那刚刚圣经里面弥赛亚预言里面，我们也看到，好像在旧约时代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哈，好像普遍人民都很不清楚，也不知道，也不明白。一直到新约时代，耶稣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当时的人们也是很不清楚、不知道，也是不明白。一直到现在，耶稣钉十字架3天，死了3天后复活升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经
那也看到很多神迹奇事仍然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发生。那也牧师很多传道人也传讲很多耶稣的故事。但是我们现在的人仍然一样，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所以，这个刚刚我讲了，所以我直接我的结论就是说，虚假是属于撒旦的，真实才是属于基督的。这个不是，这个没有一个模糊地带。好像刚刚那个题目说，从虚假到真实。好像虚假在这边，真实在这边，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后来我题目把它改成虚假与真实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离开了耶稣，离开了真理，离开了真实，它全部都是虚假。它没有一个过程，它没有一个模糊空间。所以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思想，来与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他对虚假的比喻。这个是等一下，耶稣对虚假的比喻，他在马太福音的23章27节，他这边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污秽。马太福音这边讲，耶稣比喻虚假，好像就是这边讲的是假冒为善的。假冒为善在原文里面，它代表的就是演员，演员。那演员表示这个演员这个字让我想到，就是说演员就是要演给人看嘛。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像我在服事的时候呢，好像有时候也是想要有人看到，想要被别人看到，被别人肯定。所以当我们在服事上面，如果你认为说，好像要给人家看到，其实这个就是演员，这个就不是真实的，这个就是虚假的。所以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所以就是说，当我在服事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面对神。如果我们是想要面对人，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虚假的行为。所以我现在不要在乎你们的眼光，我就是把我想要讲的告诉你们。所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实就是真实。有时候会有其他宗教的人说，你们信耶稣都很霸道。就是你们的才是真神，我们都是假神。只有信耶稣会上天堂，其他都下地狱。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但是我对这个真实呢，有另外一个体会，就是刚刚这个题目刚刚这个图片右边是我，两边是我的双胞胎小孩以宽以荣以宽以荣是我的小孩，我是他们的爸爸，这个是真的嘛？所以真理真实它不是不会变，它是不能变，它就是变不了。那右边是我们的天父，圣经上面也有很多提到，像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就是我们的天父，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相信一个真实的神，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是真的相信呢？我们是信真的吗？所以我在那个今年的志工一日游，我们到那个天然盐屋去。那我们有一个天人盐屋，那也是天然的环境，天人盐屋，那里有一个就是野外求生的一个地方营地这样子，那里面有一个就是垂降就这个从2楼垂降下来，3楼对。那其实我是有惧高症，我的惧高症没有很严重，但是就是会流汗，会害怕，会不想要去尝试。像我看到高的地方呢，我就脚会发痒这样子，会不舒服这样。那因为我是男生嘛，那也要装得很勇敢。所以那一天呢，在很多志工在那边要掉下来的时候，要垂降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当
有一点助手这样子，哎，来，不要紧张哈，好，出去哈，绑好这样子哈，就在那边看。其实我在讲的时候呢，我都很仔细看那个缓降机有没有安全，绳子牢不牢靠，他们跳出去，真的是不是很安全？我看了很多个，后来轮到我的时候呢，我比较赶了，所以我另外对这个信心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虽然我们信心不是很大，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我们就增加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信心，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勇敢的去做？所以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那个信心？就是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耶稣，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神，那是不是我们也是有足够的信心？我们看到圣经所写的，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就能够有所行为去做。这是我对信心的另外一个看法。那在约翰福音20章8到9节那边，我也是蛮喜欢这个经文的哈，就是在讲玛利亚到坟墓看不到耶稣，然后彼得跟门徒也来了，那后来彼得跟门徒2个人，他没有看到耶稣，他们就离开了，但是玛利亚仍然在那边。这边经文写到说，先到坟墓的门徒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他这边写说看到的就信了，后面又写说，但是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为什么信还不明白？其实要从信到明白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要持续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持续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所以我认为说，像我们读圣经，我们看了之后呢，虽然我们相信，但是我们要如何真的能明白呢？我们要持续，我们要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持续就是一个行动。所以后来玛利亚她持续在那个空坟墓里面，后来就遇到天使，后来遇到耶稣，她也是第一个看见耶稣的人。所以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相信是需要有行动的。这行动代表我们真实的相信，如果没有行动，这个相信就是虚假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真实跟虚假，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假设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耶稣他是真的，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我们的心情会是怎么样？我们心情会是说，我相信，幸好我相信，我幸好我相信了，我该做我都有做，还是说哇糟糕，我相信，可是过去我好像没有很认真做了这些事情。这个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哈。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过马路，或是我们遇到我们的朋友，像过马路好了，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人可能会被车子撞，很危险，我们会不会抓他一把？会嘛哈？如果有一个人在山坡旁边，可能快要跌倒，我们是不是会抓他一把？会哈，我们想要救他。那我们相信有神，相信如果没有信耶稣，会下地狱，会到火湖里。那我们是不是对生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9月6号有一个福音餐会，福音茶会，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带着这样心情，我们去找我们周围，我们想要拯救的朋友，我们可以带他们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茶会。若是真实的相信，就应该会有这样的行为。这是真实与虚假，我在准备的时候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也是我要去来调整的事情哈。所以刚刚我结论直接提到，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是虚假的，那就是属于撒旦；真实的是属于基督。在离开这个真实，进入虚假的这个过程，它没有一个模糊的空间。
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活在虚假里面，这仍然也是没有模糊的空间。所以真实是属于基督，也就是顺服神；那虚假是属于撒旦的，就不是顺服神。在第1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1节里面，他这边有提到说，你们要听上主对你们所说的话，要留心上帝给你们的教训，就是要听神的教训。那最后2节说，如果你们服从我，就能吃地上的美好的产物；如果你们拒绝我，背负我，就要上升刀下。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神，我们拒绝神，那就是虚假的，那就是不属神，不合神心意。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才能够表示我们是真实的相信神。我这样子绕了一大圈，主要就是说，神不喜悦虚假的献祭，外表的宗教仪式，神看重的是内心的真实敬拜，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神他是真实的，我们也应该用真实的行为来相信他，透过我们真实的相信带出我们的行为，也就是顺服神，我们来更认识神。所以下面我分享了3段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所以预备来，所以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只吩咐他们做一件事，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我们现在请你们到耶和华我们神的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须听从。我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好，这边讲的都是顺服，都是听从。第一段我很喜欢，就是当我们顺服神，魔鬼就会逃跑。所以我们应该来顺服神。我们常常也都是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口里承认这边也有一段经文说：今日认耶和华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神的，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这边所说的认耶稣，就必须会有这些行为，会遵守神的命令跟典章。所以我讲一下，就是我在读但以理的时候，我读2次，一次是2012年，一次是2014年。那我在读但以理的2012年，那时候我公司经营算是很稳定。那一年是刚我第一任当执事的第1年这样子。那我想说，就有一个负担，说那是不是也是要来读但以理这样子那心里就认为说，好，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开始读的时候呢，就接二连三，很多公司上面很多的问题发生那因为我心里可能是对神没有信心，我认为说我不能再花太多时间在读但以理。最后我读1学期，那时候是要读3学期，我读1学期之后呢，我就选择休学。那休学了之后呢，公司也是没有办法救起来，最后也是结束营业这样子那所以就是预备了1年多2年，后来再重新再开业这样。那重新开业的日期就是2014年。那时候我在重新开业的时候呢，那时候是从零开始，公司没有半个人。那就是从零开始是最辛苦的。那我选择那时候继续来读但以理。我那时候觉得说，我要相信我内心所相信的神。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就是继续把但以理读完。
好，结果我就是很坚持顺服神，然后我就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就是继续的读单一理。后来最后我单一理读毕业了，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司也慢慢稳定了，好，那收入当然比之前还好，好，虽然最后还是结束营业了哈，但是我的收入可以让我还可以购买房子，好，还可以过很多的日子，不用赚钱的日子，好，我相信这个也是神的恩典。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才可以成为见证来荣耀神。如果今天我跟大家说，我读单一理，然后遇到公司有问题，然后我就休学，然后结果公司就救起来了，这样就很难去荣耀神。好，所以我觉得真实的相信必须要真实带出行动。马太福音7章25节，他这边说：“我明明就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后面接着就说：“如果你们聪明的人，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一段，如果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我们过去都想说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好，其实这些经文主要是要提醒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好，不是只有成为聪明的人而已。好，最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好，他都有美好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也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才有办法在神的计划里面经历神。如果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这条路上是不会有神的。就算你很成功，也没有办法见证神。所以我一刚开始的结论就是，虚假是属于撒旦，真实是属于基督，它这个没有模糊的空间。一样的，当我们顺服神，我们就属于神；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神，我们就属于撒旦。这个也是没有模糊的空间。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进入神恩典的应许中，经历神与我们同在的美好，让神美好的计划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的天父，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真实的爱，真实的救赎。求主帮助我们放弃属世虚假的欲望，进入真实神的计划当中，尽心尽力的去爱你，以至于我们能够顺服你，真实来经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邀请弟兄姐妹再次站立，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生命中，为何你
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能够行走在真理中，行走在光明中。求神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谎言，除去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蒙蔽，除去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说谎，这些不能够荣耀神的事情，都求神来挪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在主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成为一个顺服神的话语，成为一个被真理所光照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明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愿上帝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塑造我们，也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骄傲，除去我们一切的谎言，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主啊，让我们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里没有惧怕，让我们能够凡事行走在光明中，能够用我们的言行来荣耀神。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要我们能够做光明的儿女。主啊，因为魔鬼就是那说谎人之父。主啊，使人在谎言当中，在惧怕当中看不见光，看不见真理。但是神你的真理，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活出神的良善和信实。亲爱的阿爸父神，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谢谢家珍长老今天跟我们的分享的信息啊。每次的这个祷告会呢，好，真的牧师都很期待我们的长执好能够一起来参加，好，因为长执就是教会的磐石，好，长老执事就是教会所栽培出来这些从信徒能够成为执事，执事能够成为长老，而是跟牧师能够跟教会的传道人能够一起来建造教会。而牧师、传道人都是上帝所派来，或是上帝所选召，但是能够在一个教会能够定根，能够在一个教会长久的，真的就是我们的长老和执事。所以牧师每一次在礼拜三的祷告会呢，都会发讯息，邀请我们的长老执事能够参加。如果你不能现场参加，也要线上参加。不能线上参加怎么办？看重播。好，那重播呢，不是只有听信息，或是只有听讲道，而是你要知道我们在为什么事情祷告，教会需要祷告什么。但是很感谢主，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并不是长执，但是呢却愿意参加在祷告会当中。我也相信这是一个对教会的爱，对教会的负担。我们这时候要来进入公祷，我们要为世界、国家、社会一起来祷告。我们第一个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跟美国总统川普在礼拜五15号要来见面。那但是在见面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好，那这几天呢打得非常的惨好，那乌克兰一直败退好，那也求主能够掌管这个国际情势。好，虽然明天如何，未来如何，好，乌俄战争已经3年半，好，但是3年半的当中，好，都没有人料想得到，也求上帝来掌管，维护世界的和平。那第二个，我们要为我们在下个礼拜6有公投案要重启核三好，那这个核三好，那已经关厂好，那现在要重启好，需要全民有共识好，那台湾需要电好，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电？用爱发电，用核能发电，用废发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好，但是这个要通过公投要488万好，你觉得不晓得你觉得多还是觉得少好？但是也求主赏赐我们的国家人民能够有智慧好，那特别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发展永续干净的能源好，能够让这个世界好能够更加的美好。那第三要为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台风好，今天在台东来登陆好，那有的同工有分享在太麻里伯雄牧师他们教会好，那直接在台风的第一线好，那所遭受这个台风的蹂躏好，那以及特别是在
东南部好，还有南部好。那在这2个礼拜当中好，那从上个丹纳斯台风好，接着又是连续的豪大雨，接着又台风好，那所以对南部造成许多的水灾啊，或是风灾的影响好，求主来帮助，能够早日重建家园啊。好，那我们这时候一起同声开口，好，来为我们的世界、为国家、为社会一起来祷告。我们仰望你，愿你以伟大的信心、大胆的希望和自信的祷告，唤醒你的子民，帮助我们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机的时刻做好准备。求神对世界的领袖们说话，赐下恩典和智慧，释放彼此恐惧和恐吓的灵，使众百姓在世界纷乱的日子能过平安的生活。在这个代祷的时刻，我们要特别为8月15号登场的俄罗斯与美国总统的对谈，求主掌管国际情势，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也要为8月23号重启核三公投案，能够通过最低门槛约488万张的同意票，求主来带领。今日中台洋柳在台东太麻里登陆，也求主保守台湾这块领地、这块土地，使得受侵扰地区的人们能够平安，也看顾近来受风灾、水灾地区能够早日重建家园。哈利路亚！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慈爱的主。愿代祷勇士们的呼求化作馨香的祭，献在你面前。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着为教会来祷告。好，那首先我们要为着在刚才嘉生长有提到，就是在9月6号的福音茶会，是今年第2次外展部门所举办的福音茶会。那一天刚好就是农历的7月15号，也就是中元普渡哦。好，那么知道农历7月，好，那现在我们都叫做什么月？平安月，以前叫做鬼月啊，但是现在教会呢用平安月呢，已经让更多人可以接受哦。好，那但是在很多人心中还是没有这个平安，所以心中没有平安怎么办？好，就是他邀请他能够来参加，好，不是迦南教会的中元普渡，好，能够邀请他来参加迦南教会的福音茶会，能够透过这样的福音好消息，能够把平安好带到更多未信者啊，特别是这些 best。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能够明白领受耶稣的平安。那我们也在这次的福音茶会之后，会接续来开这个 A1 的装备课程哦，让他们能够得到真理的造就。第二个，我们要为下个礼拜8月23、24号要举行的60周年的卡达加，就是脚踏车青年牧区举办的活动，要骑到芦竹，以及这个圣乐敬拜部门圣歌队的圣乐之旅，要去到彰化永福教会。还有我们在下个礼拜天的主日8月24号，侍奉部门协会所举办的孝亲主日那现在有63个人报名那也为这些的事工来代祷那求主来保守在下礼拜六、下礼拜天的每一个人员的出入还有侍奉都能够平安蒙福。那第三，这个礼拜六的白天，我们有继续这个领袖高峰会的第2天那上个礼拜六的领袖高峰会非常的顺利但是节目内容太丰富所以上课需要时间消化那这个礼拜是第二天那我们也为这个这礼拜六的领袖高峰会也能够一样顺利的来举行那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有信徒讲座邀请这个陈秀娟师母就是庄德章牧师娘那师母和庄牧师非常的用心他们把他们这几年30-40年的服事那有整理许多的资料讲义那特别这也是秀娟师母的负担就是能够认识自我能够来认识从神的形象探索自己所以
他也准备这份的讲义啊，好，那可以给当天来上课参加信徒讲座的弟兄姐妹，好，可以来读这本讲义，好，那他也可以或是购买这本讲义哦，好，那是这个礼拜6，好，所以在这边好也邀请大家好能够如果没有参加领袖高峰会，好，但是也可以参加礼拜6晚上好7点到8点半好的这个信徒讲座，好，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好，那么一起来为这3件事情，为9月6号福音茶会，好，下8月23、24的事工，以及这个礼拜6白天和晚上的事工聚会，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感谢你在将教会60周年的上半年有非常多的活动，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这样的这么多活动，我们凝聚在一起，让我们教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盼望。谢谢耶稣，感谢你，耶稣，我们要为了接下来的下半年的活动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9月6号的福音茶会来祷告，求耶稣你与福音茶会的 Best 同在，因为当天就是刚好是我们的华人的中元普渡，耶稣，我们要向耶稣你来宣告，耶稣这个每一天，耶稣都是你所定的日子，并没有哪一天是值得我们害怕的，每一天都是你所赏赐的，所以中元普渡的日子应该是平安的7月。求耶稣降下你的平安，让我们所有的 Best 不要害怕，也帮助这些 Best 可以顺利来到当天的福音茶会，我们可以满满的都坐满了 Best， 然后当天他们可以慢慢的得着，并且他们之后可以继续的来参加 A1 的课程，并且受洗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也为在下周的要举行的卡达恰圣愿之旅，还有孝心主日来祷告，求主耶稣你赐福这些活动的筹备，在这筹备当中，求主耶稣你赐下让这些同工可以有聪明智慧，可以准备最好的活动，并且将福音的种子能够撒在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当中，也求耶稣帮助在这活动办理的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出入平安，也为本主日的领袖高峰会还有晚上的信徒讲座来祷告，求耶稣赐福在这些课程当中，让这些课程能够让我们每位信徒、每位参加的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可以荣耀主的名，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谢谢求耶稣赐福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活动，求耶稣你带领保守，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接着为肢体那有4位肢体需要我们来代祷。好，一位是廖万兴弟兄昨天凌晨蒙主恩召，好，那要享受90岁好，万兴兄刚刚庆祝90岁的生日好，但是礼拜2发生不幸好，但是也求主保守好，在下礼拜2要来举行入列告别火化好，那下礼拜4要在芦竹举行树葬好，求主来带领，也看顾遗族万兴兄儿女的心还有家人遗族。那第2位萧玉林姐妹的儿子欧世伟来代祷好，那因为流感发烧好，然后横肌溶解导致脚酸行走困难好，那现在正在休养当中好，也请为这个萧玉林姐妹的儿子世伟国2生来为他祷告。那第3是宪政长老娘英子姐好，那她的左边小腿背疼痛还没有改善好，那也正在寻找治疗的方法好，求主来看顾好，让这个宪政长老娘英子姐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早日康复。以及林璇姐好，那她的左眼黄斑部病变好，要在这个礼拜5打针治疗好，求主来医治，使林璇姐的右眼能够恢复好，那她的视力现在接近0好，所以但是她每天都很勇敢的出门来教会好，来参加据点，来参加主日也求神看顾这个林璇姐好，都能够一切平安，有主同在好，我们为万兴兄还有世伟，为着英子姐为着林璇姐这4位肢体，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这里要再为着我们的肢体来代祷，特别为着廖万新弟兄，主啊，他昨天蒙主恩召，虽然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意外不舍，主啊，但是相信神你有你美好的旨意和安排，求你来带领在一切的告别礼拜都能够顺利来完成，也能够让他的家人、儿女、儿孙都能够更认识神，也能够接受主，成为救主。主啊，每一位侍卫来祷告，求你带领侍卫让他的肌纹溶解，那个脚酸行走，主啊都能够恢复正常，也都能够让他好转。主啊，也为英子姐来祷告，求主来看顾帮助她，保守她，主啊使她能够靠主刚强站立得稳，主啊也使她能够靠主来得胜。也为林轩姐，主啊以及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肢体弟兄姐妹，或是我们身边的家人，在身体上、肢体上遇到欠缺的，主啊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谢谢爱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愿主你亲自按手在这些疾病、还有软弱、还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主啊，愿主你医治的大能愿主你医治的光线来照在他们身上，与他们同在，因为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你是医治的神。主，我们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啊，我们这样线上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作为唱站立，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和祷告。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无比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托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彼此请安，愿神祝福大家平安。